注意看，也是阿妹当实数哦，为了本大家中意，佢做地付出一切代价。也是冇人做阿妹，喺當時自家嫁唔出去嘅客家妹嘢，為了相親成功，當然對你排練留下來嘅鐵板見面，嘅溫良恭儉樣嘅調查通作，嘅鄭妮妮嘅笑容角度，從早到晚呢件次次嘅表演，前眼故鄉嘅款嘅阿妹，其實係為到時候做得很一片。在武俠嘅開建時期，為了增加生存機會，鄉上嘅客家移民會叫下成法，形成由阿爸血緣組成嘅客家種族。唔過好多移民咪差唔多啊。But 人嘅客家朋友入從埔一黨團結，延伸出所有種錢都做到鄉下嘅主題，也是佢台灣客家人爭要嘅創作文化哦。大家鄉下享受後台享福啦。傳統觀念相信，人哋過生後唔是食飯、睡夢、花錢，但係出去做唔得冇享福。A.K.A. 林立重天站，就係講只擺用嘅香爐蠟燭，嚟做出種代表後台子孫嘅享福。有享福就會有林立嘅祖先，冇享福就變做快快嘅孤魂野鬼。為到時候嘅生活品質，子孫滿堂，後繼有人，也就變做每個種族努力嘅目標。唔過，有嘅福利像是來有，客家妹愛加到其他嘅種族，也強拉嘢變做客家葡態，就對你 get 附加嘅享福。雖然講葡態啲主體嘅排位唔會第六記得嘅全名，唔過必須變做孤魂野鬼，你就行咗嚟接數啦。我係講一隻無家出去，也可以做到就過神呢，變做客家姑婆咁樣嘅神咯。唔是少，人哋會搶到仔頭，會失去享福，也可以去姑娘廟獲得心中嘅享福，也可以留姑婆攀面款咯。必須就算冇結婚嘅客家師奶爺，出題睇門也係面大概佢，客家師妹爺是沒有家出去啦。也可以本妹爺壓力動態嘅情況，一直到公益化時代來到嘅，唔先教育長途，留穿壓力提升，民間組織嘅服務團體，推動嘅呢啲小法嘅運動過後，一定冇公平。爭到嘅改變呢？啲先做國協嘅張少寶客家種族大洋體育跑，1997年創造造福天時省，用法律推動性別平等，老少子化現象，老中前提議本姑婆做定業主題，唔過沙本狀邊強烈反對，一直到5年後，張上到啲主題全好嘅報嘅，讓姑婆嘅檢調硬。唔過日嘅改變係一個起點，天天嘅擴散到周邊嘅種族。2020年，富僑已經有將近15嘅種族喺主題項留意嘅姑婆嘅安身之地。另外，高雄民農嘅養護，實發起葡態全名第6風水比賽嘅行頭，還調出日本時代嘅富士田本，潛在期待葡態嘅全名。至於關於廣東話，除咗上莊文化以外，我哋特別講到嘅客家新店板節中，新店自己係慶祝起來單人，嘗試嚟聽聽。唔過也多多地方，誰冇出席也會大辦嚟慶祝哦。就哋看到，電影城嘅起點一個終點，傳統觀念已經有啲改變呢。唔過那一方面，當到姑婆也未叫火地震塔，有啲會行交錢，也係通過審核，針對人業主題嘅情況，有啲人就認為也未真正嘅性別平權，也有傳統派指導應該低調嘞。唔過面對少子化社會，其實老客家妹嘢當地無愛，大家嘅享福就會見來見少。今日仲對大家都唔好嘅做法，係咪都唔想看到嘅？希望喺未來，自家在老 Q 傳統唔是2.1，而係做得由下變做2.0新版本，換客家當然做得強下參與。客棧哈哈哈點，你真來了。